特洛伊位於今日土耳其恰納卡萊省，一座擁有超過4000年歷史的古城，因荷馬伊利亞特中的特洛伊戰爭傳說而聞名，並於1998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。呢座城市歷史上多次被摧毀、重建，考古學家喺遺址中辨認出9個不同文化層次，展現咗安納托利亞和地中海文明交流重要證據。約公元前3600年開始有人居住，這段時期稱為特洛伊一期。到咗特洛伊二期，以富裕與壯觀建築著稱，顯示其喺貿易路線上的重要地位。晚期青銅時代，當時稱為 Wallachia， 是赫梯帝國的附庸國。到咗特洛伊，西歷前8世紀，直到西元5世紀，其更成為宗教中心與旅遊景點，因為神話傳統連結而吸引訪客。特洛伊戰爭傳說，荷馬伊利亞特即電影《木馬屠城記》，描述希臘聯軍斯巴達與阿開亞人在公元前13、12世紀圍攻特洛伊故事。雖然考古證據顯示城市曾遭毀滅，但冇確切證據證明希臘人真係攻擊過特洛伊，因此歷史嘅神話之間仍存在爭議。德國考古學家凱恩里希·謝里曼喺1870年展開考古工作，喺9層遺址之中，發現每一層代表唔同時期嘅城市，顯示文明延續和重建。特洛伊位於達達尼爾海峽南入口，連接黑海和愛琴海，掌控歐亞貿易要道。城市可能透過徵收通行費控制商業往來，凸顯其經濟與軍事戰略地位。Hisset kalbini dinle, gözlerini